香港、澳門嘅朋友，如果你哋喺珠海買二手樓啊，一定咧要謹慎，並且咧一定要小心呢個二手樓嘅問題，因為真係一個大坑。呢樣嘢咧，你就算查咧都唔一定查得到，就算咧你問99%嘅中介，佢哋都唔一定知啊。嗱，呢樣嘢咧就係二手樓有冇發生過事故，亦即係大家所講嘅兇宅。咁啊，最近咧有個澳門嘅客人咧就揾到我啦，佢話喺港北嗰度睇啱咗套二手樓，咁咧佢哋澳門嗰邊咧係有查屋紙嘅，就可以查到呢套樓咧有冇發生過非正常死亡嘅一啲事故啦。咁澳門咧佢哋一直都有保留呢個記錄喺入邊嘅，但係咧你如果喺大陸，比如果喺珠海買樓咧，呢樣嘢咧你分分鐘真係查唔到嘅。咁咧我都有喺網上邊查過下。有幾種方法嘅，第一個咧就係直接問中介同埋呢個前業主啦，並且咧要喺合同入邊白字黑字寫清楚呢個條款嘅。嗱，咁呢個合同上邊咧，我哋簽嘅二手樓咧都有嘅，下邊咧俾個模板大家去參考下。咁第二樣嘢咧就係要打聽下你嘅隔離屋啊，或者係小區嘅物業啦，去走訪一下嘅，落實清楚呢個問題。咁第三咧就係委託律師去派出所呢度查詢嘅。咁如果話有發生過呢啲咁嘅事故咧，有可能會有呢個記錄。第四個咧就係睇價錢啦。如果你呢套樓咧，比如市場價200萬咧，呢套樓咧佢突然之間平成30-40萬，甚至乎40-50萬咧，咁咧你就要注意呢個問題啦。分分鐘咧真係兇宅嚟嘅。咁呢個客人咧，我都建議佢啊，按照翻一個合同嘅約束咧，去交易，咁樣會穩陣好多嘅。咁如果話業主咧係隱瞞咗呢個兇宅嘅真相咧，咁到時啊，就算呢套樓係交易咗都好嘅話咧，亦都可以係申請全款退押嘅。咁如果你哋喺珠海買二手樓啊，唔知道呢套樓有冇發生過事故嘅話咧，一定要多啲去走訪，加埋呢個白紙黑字嘅合同咧，咁樣先係最穩陣嘅。